网络红人馆长陈之汉，向来给人硬汉形象，强悍的作风更是拥有不少粉丝支持。但即使强如馆长，遇到大哥也只能没辙乖乖听话。馆长今2日晨5时许，在脸书 PO 出2张照片，并写下早上5点多大哥饿了。只见照片中他一脸睡眼惺忪的样子，看起来就是一副没睡饱的表情。但大哥肚子饿，馆长也只能当起喂食小弟，一口一口将饭菜送入儿子口中，也让人见识到馆长铁汉柔情的一面。照片 PO 出后，不少网友见到馆长面无表情准备饭菜，儿子却一脸幸福的反差萌，纷纷笑说能搞死你的全台湾只有他了。馆长的眼皮好重啊！馆长不敢击败的敌人，当总裁回到家还是要变小弟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就是他。馆长是我大哥，小馆是我大哥的大哥。